我一定要请他出来了哈。所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许富凯。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风，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尖叫声你懂？谢谢。阳台的塔山，双手接完。今夜的天气，你一定知影。痴情人思无的成者，如果是三更半夜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双手借我，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凉凉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一起来，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如果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朋友呢，继续关我节重点，我希望大家现场的每位朋友都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一个爱心好不好？后面朋友，然后呢，让我听到“宝贝”这2个字的声音，来一起，你是我最爱的，非常好。如果是3更半暝的暗暝，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惊月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凉凉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再次，你是我最爱的，再大声哦！予我做你小小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凉凉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全场一起，你是我最爱的宝贝。谢谢你们。高雄人的热情就这样子而已吗？再一次哦。尖叫声！谢谢。嗨，好久不见。嗨。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我爱你。哇，太多人了。你太棒了。真的哈。你也太帅了啦！谢谢，感谢你。阿仁长得怎么样？太帅了啦！谢谢啦，有品味哈，谢谢。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再次回到了高雄自己的故乡。今天非常开心来到了旗津，大概知道我是多位人无？旗山。对，甲旗津差一个旗山。嘿，啊，有去过旗山无？啊，来旗津的感觉是安怎？不啦，我是讲旗津啊，不是啦，我知道这个旗山。你有去食海产无？有去食海产吼，啊，若感觉今仔日活动办了袂歹，佮互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破声一下好不好？非常的辛苦。好，接下来呢，我想要带来第二首歌，这一首歌呢是我今年得到金曲奖这张专辑里头的一首主打歌。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唱这首歌，黄以玲姐的《火刷井》，谢谢。希望呢，未来的1个月天空都做美，不要下雨，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就可以一直来看，看到11月底，对，这些沙雕很漂亮。
点。怎么说？你整个人就金光闪闪的。哎，有吗？今天穿蓝色的比较暗一点。不是，你从得了这个金曲奖之后啊，哇！我跟你讲，上次金曲奖那一天呢、啊，我们跟电台很多同事大家在看电视啊，看到你的时候，你得奖，大家都尖叫说：“哎呀，丢啊啦！”我今天可以重温那一个场景吗？可以。那你可以帮我讲得奖的是叭叭叭。好。然后你们要尖叫声哦，尖叫声哦，尖叫声哦，尖叫声哦！来，1、2、3，得奖的是许富凯。更小，拍谁？谢谢你们，谢谢。可是那个时候名单一出来，你有没有觉得啊，这个都好厉害，每一个？其实真的大家都是很厉害的前辈，对我来讲都是前辈。那其实那一天我要很谢谢罗时丰大哥、大牛哥，因为他讲到一个人的名字，怎么了？宝妈啊，对，因为我跟宝妈非常的要好。那他讲到宝妈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有两种反应，一个就是啊。宝妈，不好意思，这一次可能不是他，或者是宝妈，恭喜，真的就是他。还好，结果是圆满的。对啊，哎呀，赞，真的是实至名归呢哦。谢谢。我一开始我还想说，哎呦，那个翻唱专辑好像就比较对评审好像对翻唱专辑都比较可能那个能见度比较低。对。但对我来讲，我觉得翻唱这一件事情哦，是一直要做下去的。对啊。因为这些歌都陪伴我长大。然后我刚刚因为不一定隔永朗嘛，所以从那个下高铁一路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哇，我小时候到我读书到我高中，因为我高中是读树德家商哦，对，我酒店嘛，对，然后呢就看到以前小时候我爸爸妈妈载着我去歌唱比赛的这一些路程，对一些场景这样子，所以我很谢谢高雄。给我很多的营养、滋养、养分，对，所以呢才会有现在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的许富凯，谢谢你。好，来，捧花香过来，请啊，谢谢。来，接下来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不要跟许富凯拍照啊？要。哦，好，我们要瞧一下位置。许富凯，对，你就是这个。好，那我就蹲下来，好不好？还是要怎样？这个我们麻烦一下。好，来，大哥小心哦。对，会沙很热。好，来，大家跟我比一个爱心好不好？刚刚那个宝贝的爱心。对，比个爱心，好，来，我们要拍一张大合照哦。对，好。来，大家的爱心举高来。好。换一个提示，小爱心，哦，小爱心啊，给许富凯小爱心。我来给设计，好。OK， 谢谢大家。好，那也预祝许富凯呢这个演唱会12月嘛，下个月12月4号台北小巨蛋，希望大家来看我唱歌。下次要来高雄了啦。没来吧？没来呀，手指我看卖啊。即马伫迄度吼，天顶伫顶管哦，大家有看天讲有看到吼。不要紧，咱今仔日够许富凯的，咱来留你再继续唱歌给大家。没问题。来，欢迎许富凯。接下来呢，我要带来这一首歌呢，是我自己的创作。那在疫情那3个月呢，没办法出门，所以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中呢就写了这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是要献给不管是不是在这条路上陪伴我的人。我的粉丝或是帮助过我的人，那我的亲人也是，所以呢，这首歌要献给他们，也送给他们，也献给我们在场每位的朋友。如果听到这一首歌想家的话，就打一通电话回去，跟自己的家人聊聊天，然后呢，跟他们讲一下你的近况，每一天播出一点时间跟他们聊天，我相信是最好的陪伴。都来这首《无声》送给大家，谢谢。有窗外的风吹散，悲伤的花间，永远搁在伫遐。同款插着迄丛无声的牵挂，这几年开的花，
做我甲你作伴，想起着较早，你拢是坐伫这，定定在笑脸异乡的囡仔，望伊的生命，紧转来甲你看，已经离开了苦。请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当初有一份开额，藏伫心肝，你是不是？伫故乡等待我，已经离开了苦海。思念无声，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总是有一份感谢，藏伫心肝。感谢你牵着我，豆豆仔行。有没有跟爸爸妈妈来的朋友？有吗？门口的孤单，纯粹我甲你作伴。想起着较早，你拢是坐伫这，定定在笑脸异乡的囡仔，望伊的生命。你看，已经离开了苦海，请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当初有一份开额，藏伫心肝，你是不是？伫故乡等待我，已经离开了苦海，思念无声，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总是有一份感谢，藏伫心肝。感谢你牵着我，豆豆仔行。互相给个拥抱好不好？来，我看一下，对，拥抱一下，对，都戴着口罩，很好。他不认识哈，隔壁不认识哈。再拥抱一次，我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大哥也可以拍一下照，耶！小凯抱，小凯抱。今天我就是你们的，怎么抱？不让你们抱。接下来呢，我要带来这一首歌，跟今天也蛮好的，跟今天的那个状态有点像哦，天气有点像。希望那个在今年或是去年或是未来，我们这些不好的事呢，不好的代志，拢随风去，放风吹，送给大家，谢谢。这首歌呢，也是去年还是
8点档生生世世的片头曲。如果喜欢的话，来听一下。感情亲像风吹日飞，飞远远无地吹。轻轻的风来讲情话，真情的伊请你收回。一阵雨，一阵风，风吹人甲安五五，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风吹飞，风吹飞，行你陪走，无人来陪。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会饮酒一杯，藏在心肝底。放你飞，你紧飞，天边海角无地找。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你们的手机的手电筒可以打开吗？手机的手电筒，来哦，让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星空，贴有这么美的星空。哦，很好，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感情亲像风吹日飞，飞远远无地吹。冷冷的风来讲情话，轻轻的伊请你收回。一阵雨，一阵风，风吹人甲人孤孤。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风吹飞，风吹飞，行你陪走，无人来陪。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会饮酒一杯，藏在心肝底。放你飞，你紧飞，天边海角无地找。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会想你，永远藏在心肝底。放你飞，你紧飞，天边海角无地找。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谢谢，谢谢所有朋友，谢谢你们，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许富凯，谢谢。好哇，好不好听？哦，真的很棒哦！上现场，这个实力真的是很强啊。好，我知道大家都不想走，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啊。来，